各位主内兄弟姊妹以及线上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真欢喜会当伫今日暗来到圣殿，咱要来到主的面前，做伙来祈祷。因为主伊是听，伊是咱的倚靠。咱嘛要伫主的面前来回应伊，咱要成做一群大能的勇士。咱伫即时，咱要用即首诗歌，一群大能的勇士。咱请咱的会众，咱起立，咱做伙来唱。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勇士，一群充满福乐的勇士。因要靠我诚心去传福音，搁要延续我宝贵的命。主啊，兴起建立教会，好望我靠你健康，正做一家，合做一体。你圣行的国度，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勇士，一群充满福乐的勇士。因要靠我诚心去传福音，搁要延续我宝贵的命。主啊，兴起，主啊，兴起，建立教会，好望我靠你健康。正做一家，合做一体，你圣行的国度，建立一群，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勇士，一群充满福乐的勇士。因要靠我诚心去传福音，搁要延续我宝贵的命。主啊，兴起，主啊，兴起，建立教会。好望我靠你健康，正做一家，合做一体，你圣行的国度。主啊，兴起，主啊，兴起，建立教会，好望我靠你健康，正做一家，合做一体，你圣行的国度。主啊，兴起，迦南教会；主啊，兴起，迦南教会，好望我靠你健康，正做一家，合做一体，你圣行的国度。主啊，兴起，迦南教会；兴起，迦南教会，好望我靠你健康，正做一家。合做一体，你圣行的国度。哈利路亚！感谢主，咱要将一切荣耀拢归乎咱的主。请坐，请坐。咱的主，伊是掌权的主。在这个世代，咱要求主来掌权。在世界的局势，在咱的国家，在咱的社会。家庭以及咱每一个人，咱的性命嘛要伫主的面前求伊来掌权，互咱每一个人会当成做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来传播主的福音，主掌权。福音随的脚迹。传播福音，福音，宣扬和平，传播福音的好消息，主掌权，主掌权。
宣告讲主掌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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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掌权。感谢主，主因为你是听人祈祷的主。主，我们将我每一位兄弟交伫主你的手，恳求主你来掌管。我嘛要将阮的教会交伫主你的手，因为主你是阮的头，我们要向头前所踩的标来迈进跑走。主，我们恳求你来掌管。我嘛要求你来看顾阮的国家甲社会，尤其伫今仔日，美国的总统选举已经完成。主，我们恳求你来掌管。虽然每一个国家有元首、有总统、有领导者，但是主，你才是掌管的。我要宣告，你要掌管伫这个地面上所有的一切。我们求你，恳求你来帮赞，互规个国际的情势拢会当稳定，求主你来掌管。我们要恳求主你来掌管伫阮今仔日的祈祷会，阮要恭敬谦卑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来保守、引带甲带领。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接着要来读今天的经文哈。今天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12章38到44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群众都喜欢听耶稣讲论，在教导他们的时候，他说要提防经学教师，他们喜欢穿长袍招摇过市，喜欢人家在公共场所向他们致敬问安，又喜欢会堂里的特别座位和宴会上的首座。他们吞没了寡妇的家产，然后表演长篇的祷告，他们一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耶稣坐在圣殿库房的对面，看大家怎样投钱在奉献箱里，很多有钱人投进许多钱。后来一个穷寡妇上来，投进2个小铜板，约等于1文钱。耶稣把他的门徒都叫过来，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所投进奉献箱的，比其他的人都多。别人是从他们的财富中捐出有余的，可是他已经很穷，却把自己全部的生活费用都献上了。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也要来分享的一个主题是谦卑与奉献。那借由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能够了解到，主耶稣在这边有2项的教导。在这段经文呢，第一个教导就是态度，是谦卑的态度，还是骄傲的态度？而主耶稣的教导是，我们要谦卑，不骄傲，不自高。第二个是奉献。我们读到穷寡妇她的奉献，而奉献呢，它是一个行动力，这边少了一个力。除了是我们身体力行的奉献以外，更重要的，主耶稣所强调的是，上帝是看人心里面的奉献。那在今天呢，这段经文呢，可以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从38到40节。我们在圣经当中呢，常常听到经学教师，在和合本呢是把它翻成文士，
而文士呢，常常会跟法利赛人，我们常常在经文当中看到他们是摆在一起的。那经学教师，他是一群以写作、解释圣经、律法为职业的人。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文士，因为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经学教师在当时受人尊敬，因为他们懂律法。但是他们的行为，主耶稣强调出来，从刚刚的这3段，他们不谦卑，是非常的自高。他们希望人家常常问他们安，希望在会堂当中位居首位，要坐在首位的位置。而且他们侵吞了寡妇的家产，假意做长篇的祷告。主耶稣说，这些人要受到更重的刑罚。那我们在4福音书呢，常常看到主耶稣的教导方式。他常常怜悯那些有病痛的，甚至是犯罪的人。他斥责恶鬼，斥责那些被鬼附的。但是为什么他唯独在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上，他是用这么严厉的责备呢？因为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些经学教师呢，他们非常的骄傲。这一段是在马可福音里面所记载的，而我们在马太福音的23章，从13节到33节，主耶稣也提到了一连串称呼这些文士、这些经学教师跟法利赛人，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而且是瞎子领路。他说：“你们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甚至在马太福音23章的33节，他指这些经学教师跟法利赛人，说他们是毒蛇的孽种，怎么能够逃脱地狱的惩罚呢？他也在马太福音的第5章20节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个是和合本所记载的。那么防备文士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就是要防备他们的行为跟作为，要我们警惕，不要去效法他们。因为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呢，他们忽略了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需要存有公义、怜悯、信实。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公义、怜悯、信实，我们一起来讲。来，公义、怜悯、信实，这是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他要我们去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在右上角，我们常常在读的弥迦书第6章第8节。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在这边有讲到要谦卑。那么圣经上也有很多的教导，是教导我们要谦卑。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一个是马太福音第11章29节，请。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向我学习，这样你们的心灵就必得安息。在马太福音第18章第4节说，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另外在彼得前书第3章8节也提到，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怜悯和谦卑的心。在这边都有提到谦卑。那我们要学习谦卑，因为人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的，所以无论我们在世上，无论多有才能、恩赐，多么有财富或成就，都不能够因此而骄傲自满。因为上帝他是抵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也教导我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刚刚我们所读到的这3个经文，也是我们常常要去提醒自己的。我们是不是在神在人的面前常常谦卑呢？在右上角，在箴言的第18章17节也有提到，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那这是神给我们的教导，我们要常常去记得。另外呢，在这段经文当中的第2个部分，就是从41节开始到44节，我们读到有一位穷寡妇，她奉献了她一切的给圣殿。因此主耶稣看到了这个景象，他把他的门徒都叫过来了。因为他的一切只不过只有2个小钱，就是2个铜板而已。但是这是他所有生活的钱，所以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他这么一点点的奉献呢，还算比有钱人所奉献的一大笔钱还要多。因为其他人呢都是自己还有余，自己还有剩，他将他自己的一小部分奉献出来，而这个穷寡妇呢，她是立定心志，把她所有的钱奉献给神，这是何等的不容易啊！那么在这边呢，既然讲到了寡妇呢，我们也来思考在圣经当中有类似关于寡妇事迹的一些记载。那么在路德记所提到的拿俄米以及他的2个媳妇的故事，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他们3人呢，最终都成为寡妇。那么拿俄米他这个名字的意思本来是甜的，是愉悦的，但是他回到他的家乡的时候，对他的这些亲人朋友说，他自己的名字应该叫做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啊。所以不要叫他拿俄米。他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因为她的丈夫还有她的2个儿子都死了。”那么在路德记的第1章13节呢，他对他的2个儿媳妇说：“我比你们更是愁苦啊，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在这个时刻的拿俄米，他认为他所遇到的遭遇是非常的悲惨。不但丈夫死了，连他2个儿子都死了，剩下他跟2个媳妇无依无靠，所以他觉得耶和华是在攻击他，给他很大的一个打击。结果最后，其中一个媳妇在痛苦当中跟她的婆婆拿俄米告别，回到娘家去了。只有路德他选择他跟随拿俄米，至死不渝。路德他说，对她的婆婆说：“你往哪里去，我也要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我也要住在那里。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那里，葬在那里。”从这边我们看到路德，他有决心，他选择对家人的忠诚跟恩慈。路德相信说，上主会眷顾投靠他的人。所以最终，我们都知道，神为了拿俄米跟路德开启了一条新的路。路德她嫁给了波阿斯，并且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俄贝德。这位俄贝德呢，他其实就是大卫的祖父。那这位俄贝德呢，他也是由拿俄米来养育的。神终究成就了拿俄米，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成为甜的，是愉悦的，又恢复了拿俄米的喜悦。另外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撒勒法的寡妇，这个是在列王记上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一位寡妇呢，她是在绝望当中顺服走上一条没有
走过的信心道路。他愿意听从先知以利亚的指示，他献出最后仅存的一点油跟面粉，结果上帝让他踏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也就是在这个荧幕上的这一段经文：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果不短缺。这一位撒勒法的寡妇呢，她在后来，她也经历了她的儿子死而复活的一个神迹。这完全都是神给她意想不到的神迹跟祝福。从这边，我们看到了奉献，如果加上信心，我们看到有几位寡妇，她非常有信心。这位穷寡妇，她愿意献上她自己所有的。如果奉献加上信心，我们所看到的后面这个是一个无穷大的符号，那所代表的就是神的祝福，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所以在这边呢，我们不应该因为我们每个人所遇到的环境，或者我们的身份有多卑微，或者我们的处境是如何，而轻看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就是要来学习谦卑与奉献的。在今天的这段经文43到44节，耶稣叫他的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得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在这边我们看到，把所有的献给神，就如同这位穷寡妇所做的，她这是一种信心的表现。在这里，我们或许仅仅看到这位穷寡妇她付出奉献的这个画面啊，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当你如果对神诚心的付出以后，未来会看见神要给我们的无限恩典与祝福。就像撒勒法的寡妇一样，她不会把仅有的油跟面粉留给她自己跟她的儿子，她愿意奉献出来，不但让以利亚得到温饱，甚至他能够撑过整个饥荒，他的油不减少，面粉也不短缺。所以这让我们能够要去省思一件事情。我们可能经常因为我们个人的家庭、事业忙碌，而不愿意参加教会的聚会，或者拒绝服事跟奉献，常常给我们自己找借口，或答复教会说：“等我有空时，我再来教会聚会或者服事；等我赚到更多的钱的时候，我再来奉献给教会。”由于我们人呢，可能只想到或看到我们自己现在的境况，会犹豫，而决定裹足不前。但是我们人生有多少岁月可以再等待呢？记得我们在10月27日的主日崇拜当中，台神的学务长王荣信牧师来到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他有提到现代的基督徒的价值观差异的现象。他提到说，就是现在我们的信徒呢，常常已经把优先顺序弄颠倒了，也就是经常会优先把社会摆在前面，取代了教会，把我们自己摆在神的前面，取代了神，而没有将神摆在首位。我想这是我们应该需要再一次去省思的信仰人生的课题。圣经当中有提到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来奉献。在罗马书12章第1节有提到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最后这一句，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神要我们去做的。所以在此，我们鼓励我们的兄姐们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就是我们遵照神所愿，先付诸奉献的行动，相信神必定会给予力量，为我们排除现在我们所有的困境。接着会有神的恩典跟祝福会临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来行动，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因为上帝首先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先献上了，而耶稣基督他也以顺服天父的旨意为我们舍己，这也是展现了耶稣他本身谦卑的本质。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的经文分享，我们得到了什么？甚至可以如何来做呢？学习谦卑在主前，加上带着信心来奉献我们的一生，就像上帝服侍我们，把他的独生爱子不惜生命的为我们能得救赎而奉献。所以我们是否应当这样，也来到神的面前来服侍神、服侍人，奉献我们的自己，为了教会来传福音，为了神的圣工来奉献呢？最后，这张照片是在今年的5月26日的主日，我们的青年牧区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所献的一首诗歌。它的歌词有写到：我愿意为你来奉献我一生，因为你给我生命，因为你给我力量，因为你给我安息，因为有你我已满足了。是否我们能够像在教会当中已经愿意奉献的这些弟兄姐妹一样，将神摆在首位？接下来我们就能够得到神他的充满，他的祝福呢？因此，我们是否要来学习，警惕我们自身的言行，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我们要不断来效法基督，谦卑一生，也要坚定我们对神的信心，持守我们的信仰，奉献我们的一生呢？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刻来回应神说：主，我在这边，请你来差遣我吗？因为我们都是神迹的器皿。在今年的10月，我们已经选出新任的长职，我们的牧师也带领我们的同工长职们来调整，为明年所有的事工来调整组织，来规划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在牧区、在小组当中，我们也要来分别将各样聚会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委身在牧区小组当中，能够更加同心合一，在我们教会当中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器皿，都是神的仆人。愿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让我们都能够成为神迹的器皿。主耶稣，你照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赏赐独特的位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用，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以信心的眼睛看
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主耶稣，你照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赏赐独特的位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用，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以星星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一起来宣告说，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以星星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我要传扬主的爱。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是谦卑的君王，是我们唯一的主宰。感谢你呼召我们，愿我们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命。也求你能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仆人，成为主你神迹荣耀的器皿。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接着我们要为了国家来祷告。第一个，我们要为了美国总统的选举过程来代祷。在这当中，我们求神有公正公平的结果，也能在全世界来彰显神的公义和慈爱。第二个，我们要为了西班牙在上周遭遇严重的洪灾，酿成有218人死亡，并且将要耗费100亿的欧元来进行修复。我们求神来怜悯，帮助这些受灾的能够来重建家园。第三，我们要为了北韩在近期也加入的乌俄战争，我们求主来帮助这些乌克兰的民众，也维系在印太区域的安全及台海和平的安定。在这个时刻，我邀请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感谢你，因为你是掌管全地的神。主，在我们现在的国家情势，我们真的需要你赐下安定，赐下平安在我们当中。主，为了近几天美国的选举，有总统的选举，也造成了一些暴动。
主，请求你的公正、公平、怜悯临到这当中，让整个选举过程一切都能够充满和平，有神你的公义和慈爱在这当中。我们也求神来怜悯在西班牙在上周所造成的洪灾，造成200多人死亡。主，我们要再一次祈求神，你来怜悯这个国家。在整个重建的过程，主你亲自来带领，让他们的政府有智慧，有足够的经费，有更多的人愿意有爱心来投入，让这个重建过程顺利。也求主来帮助，来制止这些恶势力，让这些制造纷乱、战乱的主你都来平息。主，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刻，就如同主耶稣你所说的，这个是末世的开始，有地震，有战争，国要攻打国，人民要攻打人民。主，这应验你所说的话，但主，我们请求你，在这当中有神你美好的旨意，来帮助这些受灾的人民，也让这些战争能够尽快来平息，恢复和平和安定。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接着我们要为了教会来祷告，我们要为教会的牧区小组的调整规划进行顺利来祷告。我们已经经过了非常多次的这个会议哈，目前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兼顾每个小组都能够来牧养主的这些群羊，牧养我们这些迷失的羊群。尤其我们的小组员还有很多还没有回到我们小组当中，我们要求主来呼召这些小组员回来回家，并且能够经常连结在主的里面，也让我们的牧长同工们都能够有智慧，按照神的旨意来结出丰盛的生命果实。第二，我们要为了教会的侍奉部门、社区的事工来代祷，藉由松年大学生命教育协会的各项服事，能够尽力来爱人，能够来服侍人，施比受更为有福。第三，我们为了 A1 的初信造就装备课程及参加的学员来代祷，在11月23日第一期的结业之后，能够明白熟悉基要的真理，并且更能带领人来认识神。我们一起开口同声，为教会的事工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迦南教会是主你所设立的教会。主，我们求着你的恩典降临在我们教会的牧区小组当中，让我们整个的组织重整，有神你的恩典带领，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实，带领更多的羊群来亲近你。也请求你来保守，在我们的事工部门、森林大学和生命教育协会的各项服事，主能够让这些学员能够尽力来爱人，使比受更为有福，让他们能够学习在主里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一次教会重新调整分区分组的过程能够顺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分到适合的一个组别里头，让我们在组里面有更深的连结，有得到更好的牧养。也求主你为了我们教会社区的事工、松年大学生命教育协会这一些的服事，让我们学习基督爱人如己的这样子来服务更多需要的人。我们也为了 A1 装备课程的学员，在11月23号第一期的结业之后，能够更明白圣经的真理，让大家在
为主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服侍神，来认识神，彼此得到更好的造就。求主你赐下那个合一的灵，让我们在教会的事工当中都能够更接近神您所喜悦的样式，彼此来服侍，来造就。我们这样祷告，靠主的圣名求，阿们。阿门。好，咱煞接要来为着教会的集体兄弟来代祷。头一项是为着丹博书的爸爸，陈茂生牧师，丹博书娘的爸爸赖章明长老，因拢伫顶礼拜完成这个手术开刀，拢真顺遂，感谢主。甲第6组的苏勋杰，伊伫明仔载就要来出院，也感谢上帝看顾，互伊这个大肠的这个癌，会当手术，真顺遂，也当恢复真好。甲崔顺兄，伊嘛做这个这个手术脊椎的手术，会当真顺利，嘛当很快的恢复，已经返家。甲徐永春弟兄，嘛已经拢手术完成，登到厝，感谢主。我有看咱对10月的祷告会的代祷事项，到今嘛1个月，我们总共有12个人去住院。然后都一一的出院啊！感谢上帝，让我们这样1个月当中的这个弟兄姐妹的代祷，给这些在住院或是手术当中的弟兄姐妹得到很大的支持。第二，这个第6小组的谢松郎老师跟华手姐，还有丽娟，因拢伫这个长照中心，在接受这的照顾，也求上帝看顾因，大家的生活甲徛起，身心灵都会当得到坚固，有主来平安。甲春美姐，伊做化疗药物造成的这个食歹腹肚甲肺部的积水也求上帝看顾甲保守。今日小组嘛去甲伊探访，讲伊原来恢复的算蛮不错，完了就是讲话，还有睡觉，还有吃东西，目前都大致正常，也感谢弟兄姐妹的代祷，继续为伊准备再来祈祷。第4点是16小组的平柔姐，伊胃部有一个肿瘤，伫明仔载要来做切片的检查，咱嘛为着平柔姐伊的身心灵，甲为伊来代祷，互伊有信心，也当得到上帝医治。然后第10小组，邱明姐伫咱中间，伊的新妇，就是嘉平的太太，这个慧芬的女儿，伫11月，预计要生产，即马已经这个囡仔婴这个营养非常的好，已经超过3300克，所以医生说要剖腹生产，就看多一天，看好日子，就可以来准备。另外还有妙仪，是在预产期是在12月22号，礼拜天的圣诞主日嘛求上帝伫这个待产的期间，能当真顺遂。好，安尼咱就是来为着这个兄弟，对这大院、出院，甲伫病兄中间的兄弟姊妹，咱做伙为着因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阮伫这1个月中间，有超过10位的兄弟姊妹伫这大院，总是上帝你拢带领，一一带领因会当平安顺遂出院。求上帝也看顾每一位兄弟姊妹，特别是桂梅姐、淑勋姐、永春兄、华手姐、阿秋、崔顺兄、丽娟姐、春梅姐、秀凤姐，还有丽美，还有我的爸爸甲我的娘人，还有这个现今天老娘，还有光耀兄，主啊，这兄弟姊妹，上帝你拢看顾，甲因三个同在。主啊，也特别为着宋郎老师、华手姐甲丽娟伫长照中心，求上帝你也保守因的身心灵得到坚固。甲为着春美姐，伊踮伫厝内底这个恢复治疗甲体力，也求上帝看顾保守，互伊会当得到完全的医治。甲为着平柔姐，伫这个胃的这个生着一个裂仔，求上帝也看顾，互伊伫明仔载的检查会当有好的消息，也会当有好的处理，也会当互伊经历上帝你的头办甲医治，也为着佳音，甲为着妙仪。
伫11月、12月要来生产，也求上帝祝福因，互因伫生产的顶悬会当得到上帝的拯救，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也互因会当伫生产的过程中间经历上帝你奇妙的恩典。主啊，阮感谢你，听阮兄弟姊妹伫遮的代祷，也互阮当同去祷告会当中弟兄姐妹的彼此代祷，小组当中彼此的关心彼此的守望，让我们经历上帝你的带领。也感谢你，让我们生活在台湾这个医疗资源丰富，并且有好的这个医疗的技术主啊，我们向主献上感谢。主啊，也让我们能够珍惜善用上帝所赏赐我们的各样的医疗资源和药物能够成为全国人民的帮助。主，我们再次把教会内当中的弟兄姐妹，还有肢体，还有在我们家中或是我们身边当中遇到疾病的弟兄姐妹和肢体，主啊，交托在主的面前。主啊，求主的灵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主啊，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叫那做这监牢的能够得释放，被掳的得释放。主啊，报告神，主啊，你悦纳人的禧年已经来到。谢谢主耶稣，在每位弟兄姐妹的所动的工，也求主掌权，也赐给我们有健壮的身心灵，保守我们的灵与魂，和万物健康的身体、臃肿的身躯，来抛照头前的乐瞻，来服侍主，享受万物健康甲快乐。阮伫主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祈祷、恳求，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最后我们要为青年牧区儿童牧区，在青年牧区在这个礼拜六、3、5有定期的会议，也求主带领，让青年同工能够有新的看见，特别在承接起后，能够在教会当中有很好的学习成长，同时也能够有好的协调，为着这个学青简语欣就是正风和这个伟华的大女儿，她感染水痘，在吃抗病毒的药物，也在停课在家休息，也求主看顾和保守。儿童牧区也为着明年度的组织调整，还有事工计划，特别是牧养的同工，还有各班的老师、分班的老师，还有各样的服侍的同工，还有意向求上帝带领，和迦南教会的这个儿童牧区这些细囝会当行伫上帝合上帝心意的道路，也互咱有教育的同感。特别咱伫这几天看到这个新闻在报讲，这个龙年的红利，少子化继续的衰退就是现在的少子化非常的严重。然后这个天下杂志说，以后台湾人要退休年纪80岁还不能退休因为大家都爱做工课人口会降到1500万，所以这嘛是一个危机所以咱爱为着咱的后一代鼓励因，互因会当看更较远，想更较远不是只有看到现在除去他们心中的担心和害怕特别是咱的教会爱为这的青年为这的适婚年龄的弟兄姐妹，为他们来代祷，为他们来祝福在他们身上能够上帝来成就美事。咱做伙为着咱的青年牧区甲儿童牧区咱做伙开声来祈祷。听我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在这个所在做伙来为着迦南教会的青年、青少年甲儿童，为阮的后一代来为因守望，为因来祈祷。主啊，这拢是上帝你所赏赐的产业，你赏赐互迦南教会的祝福甲礼物。主啊，互阮会当尽心尽意尽力，好好来养育、来照顾、来培养这些青年甲这些细囝。主啊，互因伫人生成长的过程中间，会当经历上帝你的话，也会当来看淡上帝你所看淡的上帝国，互因咱抛走上帝你所互因的呼召甲使命，特别伫因人生的道路方向，甲因人生的规划。安怎来成家立业？安怎样来当大人？安怎来成做一个合基督心意的这个基督徒？主啊，求你来教导因，互因会当行伫上帝你所欢喜的正路的顶面。主啊，也求你帮助阮这青年儿童，因所面对的挑战，因所面对的世界，主啊，加添因有智慧，有上帝你的快乐甲因同在，互因所行的每一步，拢会当平安稳当，拢会当行伫合伫上帝旨意的路，会当来为主成做根，成做盐。
主啊，我们再次把我们的青年牧区、儿童牧区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来带领，特别这些的服侍的同工、配搭的同工、牧养的同工，主啊，求你加添他们心力、智慧与能力，以及在各牧区的区长，还有这些的牧区的长老身上，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主啊，使他们透过他们，主啊，能够来传达如同彼得所说来喂养主的羊，主啊，让主的每一只羊都能够得到饱足，都能够得到健壮，也能够成为主所拣选贵重的器皿。主啊，感谢你，搁一摆将阮的教会兄弟集体，甲阮每一位兄弟姊妹，阮厝内人，阮的四周围身躯边，在厝边，甲阮的同事，也拢恭敬交替上帝手中。愿上帝你的大惠纳甲阮同在，愿咱伫主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恳求，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那这是咱做伙过来吟这首诗歌，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因为上帝是疼咱的。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清水去；囡仔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清水去；囡仔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清水去；囡仔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清水去；囡仔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搁一摆。上帝的恩典，上帝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感谢主，不管咱唱了好啊唔好，上帝恩典拢是要白白予咱。阿门。阿门。咱做伙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当伫拜三的暗时伫教会、伫山顶、伫达所在，阮当做伙伫遮来敬拜，通过上帝你所互阮的信息，阮安怎样来谦卑，安怎样伫主的面前来做一个愿意奉献的人，安怎样用信心甲行动来钦调上帝你的话语。愿主你的话语成就在每一位相信的儿女的身上。主啊，也再次为主你的教会来祷告，为主你的儿女来守望祷告。主啊，为主你所要成就的大事来祷告。主啊，即便我们眼前所有的只是两个小钱，但是每一个小钱的奉献，在主的神国当中，都要来成就美事，都要在普天下都要被纪念。主啊，愿神你再次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愿意的心，也保守我们的身心灵。特别当我们在天气变化的当中，赐给我们有健壮强健的身体。特别我们看，在经过美国的总统选举完成之后，也带领世界，主要能够继续走向和平，走向公义，走向上帝的旨意当中。主要也再次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国会来守望祷告。主要让我们的国会这议员们，主要能够行公义能够好怜悯，能够存谦卑的心来与神同行。主啊，也求你祝福在我们的每位弟兄姐妹身上。主啊，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经历神的恩典，见证神你的良善和美善。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常与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咱拍破来将因跟归上帝，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互相来请安，好，愿神祝福大家。好，今天晚上就会到这边，好，晚上的就好，大家平安。